我哋到咗巴厘島機場啦，司機嚟接機，然後直接去酒店 check in。好的，首先我先歡迎您來到印尼最漂亮的一個島，叫做巴厘島。我哋到咗巴厘島嘅酒店。好涼喎呢度。朝頭早嚟玩水上運動，我哋係 book 咗右上角呢間公司嘅。呢次係我第一次玩 jet ski，勁好玩，超刺激，推薦。來摩托車都有，好啊！Oh my goodness！跟住我哋睇海龜、睇蝙蝠、睇蜥蜴、飲椰青。哇！好大隻龜啊！你餵佢食啊？它上來了吃。誒，沒看到。咦，唔好食到嘅？沒看到。哦，嘴巴裡面還有啊，這樣子啦。哇！呢啲係公嘅海龜。那邊有很大啊，這個 long tail 啊，大尾巴是公的啊，好大隻啊！這個是母的，熟一點啊，熟的尾巴。哇，兩個 kiss 啊！哇，有個 kiss 啊，海龜 kiss 啊！早晨，今日我哋喺泳池邊呢度食早餐。今日我哋朝頭早嘅行程。今日嚟到巴厘島著名嘅景點海神廟，位於巴厘島西南部嘅一座印度教寺廟，建於16世紀。呢座廟喺海邊嘅一塊巨大嘅岩石上邊，潮漲嘅時候與陸地隔絕，潮退嘅時候先至可以行入去。參觀係要收費嘅，外國遊客大人6萬印尼盾，細佬哥半價。Hello， 早晨，今日我哋嚟到呢度係海神廟。今朝咧呢度浪好大，所以咧可能落唔到。今日嚟另外一間食午餐，buffet嚟嘅。哇！呢個特點咧係對住火山啊，呢個 view 好正啊！這是锦魚啊！明天的那個金魚比這個還大。比真係大。呢度係聖侯森林公園喺烏布。
星後，后面都还有来的。見到馬騮啊！啊，下面还有。握手啊！握手啊！很小超市。那这个地方是给他们洗澡啦，对。午餐後，我哋嚟到烏布以北嘅千年古廟聖泉寺，係建於公元926年。依照印度教嘅傳統同埋對神明嘅尊重，入廟之前要求每一個人都披上一件沙啷。沙啷喺入口處派發，免費嘅。最受歡迎嘅係泉水池，好多遊客都嚟呢度淋浴。聽講用泉水淋喺身上有各種唔同嘅功效，可以消災解難、驅除病痛、淨化心靈咁嘅。如果大家嚟到呢度，不妨試下啦。白色呢一笪呢，有泉水湧上嚟嘅。又到午餐時間啦！今日我哋午餐食飛魚，味道都唔錯，外邊炸得好脆，入邊肉好滑。而家到咗烏布市集，好多嘢買㗎，買嗰啲紀念品啊，手送嗰啲嘢咯。今日我哋嚟到提爾塔恒河水宮，又稱水上皇宮花園，又係一個遊客必到嘅打卡點。入場費外國人9萬印尼盾，長者7萬印尼盾，細佬哥半價。Lampuyan Temple 又稱天空之門，遊客嘅打卡點，位於巴厘島東部卡朗亞森區。打卡嘅位置好靚，正面對住阿貢火山，每日都吸引咗好多遊客嚟呢度參觀。係時候講拜拜啦，下次再見。